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ny， 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海邊生活嘅大型屋苑。今次介紹嘅係蔚藍東岸，位於油塘一個現樓嘅項目。樓盤喺2024年已經落成入伙啦。全個樓盤總共有688個單位，分成4座組成。今次介紹嘅係一座 A 單位，1329尺，4房雙套加工人房嘅單位。而家馬上去睇下啦。上到嚟呢一個單位啦，咁呢一個呢就係1329尺嘅4房單位啦。咁佢自己有獨立嘅 lift lobby， 一梯一伙嘅。我哋馬上入去睇下。哇！入到單位，梗係出露台望一望先啦。哇！呢個極力推介嘅單位，講緊個價錢2萬蚊尺左右嘅啫，就可以買到呢一個180度維港海景景觀，永久海景再加埋煙花海嘅單位。咁入到嚟單位入邊呢，其實咧呢個單位個客廳咧非常之大嘅，發展商咧已經配備咗咧一啲意大利家私啦。咁可以睇到呢一邊咧已經擺咗一張超過2米長嘅意大利梳化喺度噶啦，中間再加多一個直徑起碼超過1米嘅 coffee table。另外呢邊其實可以再掛部再大啲嘅電視喺度嘅。咁呢一度就係個飯廳啦。咁發展商擺咗張6人台啦。咁其實咧可以 extend 多2個位，擺張8人餐台都綽綽有餘。入去睇一個廚房，哇！呢個廚房非常之有驚喜。第一要講一講就係佢已經配備咗一個工作平台啦。呢個工作平台咧，平時啲地拖可以擺出邊嘅，咁啊唔使噏住喺個單位入邊啦。另外呢個工作台面 U 字形嘅工作台面，足夠你2-3個人喺度煮飯噶啦。咁首先講一講啦。哇！呢一個酒店級嘅雪櫃，價值超過20萬，配備紅酒櫃噶啦。咁呢個工作台面咧，另外咧有個雙星盤啦，有窗，3個明火爐頭，2個電磁爐，再加多個蒸焗爐，仲有個洗碗碟機。好，出去望下啲房先。咁呢一度咧，4房加個廳咧，都係同一個景觀嘅，都係望翻維港海景嘅。咁入到嚟呢一間咧，第一間房就係個客人用嘅套房啦。咁睇到可以擺到2米長嘅衣櫃啦，另外擺張雙人床，再加多一個梳妝台，都足夠綽綽有餘噶啦。咁另外個套廁個色調咧，用咗啲暗灰色嘅磚啦。咁其實咧整體上咧，都係啲酒店級嘅交流質素嚟嘅。入去睇下間細房先。哇！呢間小朋友房啊，小朋友睇到都開心啊！呢啲第一間小朋友房咁都係望住個維港海景嘅。另外客人用嘅洗手間啦。呢一度第2間嘅小朋友房啦。咁其實小朋友房都可以擺到雙人床同埋好大個衣櫃㗎啦。咁呢一個主菜啦，呢一個主菜咧就係個主人房啦。睇唔睇到啊？呢個 L 型嘅落地玻璃窗，咁其實咧床頭可以兩邊擺都得嘅。因為後邊就係煙花海景，咁平時咧瞓喺度，都唔使起身啦。咁啊瞓喺度望住個海，望住個煙花海，非常之寫意。另外呢邊呢個位置係咩啊？太太用嘅梳妝台啦，咁平時喺度化妝啊、換衫啊，可以擺啲靚嘅西裝啦。另外呢邊做咗個3門嘅衣櫃，夠晒擺衫㗎啦。睇埋個洗手間，哇！呢個主人套廁不得了，雙星盤設計，明廁所有窗嘅，另外乾濕分離，企浴、浸浴齊晒。酒店級嘅質素，好似日日返到酒店咁樣。好，未介紹完嘅，我哋出返去自己個 lift lobby 嘅另外一邊。呢一間係咩咧？呢一間係一個洗衣房，係啦。咁可以睇到咧，呢一度可以擺到咩咧？2部洗衣機，2部乾衣機。另外呢個位就係工人房，
連埋佢自己嘅洗手間啦。貪心啲咁講啦，呢個單位就咁呢個洗衣房，你唔用嘅，你租出去，我諗每個月都收翻1萬蚊嘅租金。先介紹咧呢個1329尺嘅4房雙套單位啦。咁因為咧可以睇到㗎，呢個位置咧就係獨立嘅 lift lobby，已經係入咗契。咁變相係咩咧？咁其實可以自己咧喺度做翻個鞋櫃喺個 lift lobby 度啦。咁唔會有人投訴你嘅，因為呢一度係一梯一貨啦。咁同埋個 lift lobby 入咗契啦。咁首先要講一講咧，就唔好講主菜啦，講咗個甜品先啦。咁好，講翻個主菜啦。主菜就係咧入到嚟咧一個廳啦，好方正啦。咁最重要就係呢個一間客套房啦。咁另外呢度就2間小朋友房，再加個主人房。咁其實如果有啲客話，其實我唔係太多人住，咁3間房就夠咧，佢就會打咗呢幅牆，佢就變咗一個廳，大啲嘅廳啦，咁樣都得嘅嚇。又或者咧，將呢2間細房打通，佢變咗一間大房，亦都得嘅。如果同你講住喺呢一度，落樓下行幾步就可以彈到好生猛、好新鮮嘅海鮮，係咪聽到都流口水先？冇錯，住喺惠南東岸，全港最出名嘅鯉魚門海鮮街就喺你隔離。無論係同屋企人食飯好，同班 friend 聚會都好，行過去就可以即刻開大餐。如果食到好飽，又唔想咁快返屋企，其實可以去到屋苑樓下，就已經有一條好寫意嘅海濱長廊，散下步，吹下海風，生活其實都好超㗎。除咗美食同埋海景之外，呢一度嘅交通配套一樣冇得輸。平時返工出入行10分鐘就可以去到油塘港鐵站，坐擁觀塘同埋將軍澳雙鐵路線嘅優勢。另外搭多一個站，可以直接過到去港島東嘅商業核心區。如果唔想搭地鐵嘅話，其實屋苑旁邊就已經有一個3家村碼頭，可以直接坐船過去西灣河，簡直就係兼備咗完美水陸嘅交通。有頂級嘅海鮮，有海景，仲要有埋無敵嘅交通網絡。惠南東岸呢個樓盤真係完美包辦晒你想擁有嘅優質臨海生活。我係 Kenny，有咩樓盤資訊想知多啲，歡迎隨時揾我，聯絡電話就喺下邊。